主王2024年5月20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每日聆听基督的话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彼得前书第1章29-25节。恁已经对顺坦真理来洁净家己，有纯真的手足之情，就着用清气的心对身体热切相疼。恁定出世，毋是对话败坏，是对袂败坏的种子，就是通过上帝活活永远袂无去的话。因为圣经有记载，人拢亲像草，因的荣华拢亲像草花，草会干，花会谢。总是主的话永远存在，这就是传予恁的福音的信息。每日聆听基督的话，彼得写批予患难中的信徒，强调信心的重要。海德堡教理问答第60问讲到，人要安怎伫上帝面前称义呢？答案是，只有照着对基督耶稣的真信心，就是虽然我的良心控告我严重干犯上帝一切诫命，毋捌遵守任何诫命，搁时常倾向罪恶，总是并毋是出于我任何的功德，是上帝出于白白的恩典，将基督完全的赎罪、公义和圣洁赐予我，好亲像我本来就无罪，也将来无犯罪，搁好亲像我家己做成基督为我做成的一切顺服。只要我用信心接受这个恩典，就够额。那安尼，信是对叨位来？保罗讲，所以信是对听，听是对听基督的话。中华地区有一位兄弟，过去一心追求事业、地位和声誉，感觉来教会是咧浪费时间。伊的父母是敬虔听主的信徒，一直为伊祈祷，希望伊会当转来到主的面前。兄弟正伫壮年时经营畜牧业，生意做甲非常之好。无拍算，后来各地牧场发生瘟疫，真侪牧场接连续倒闭，伊的事业也受到重创。急难中，伊带着忧郁、破碎的心，转来到教会，逐礼拜专心做礼拜。牧师的讲道方式甲过去同款，但是兄弟的心已经无共，伊甲上帝的话语听入去，转去厝里还定定思想，搁虔诚祈祷。一个暗时，当伊跪落去祈祷的时，圣神光照伊，互伊雄雄醒悟。过去所追求的今生成就，就亲像土粪，拢是负空。伊深感家己罪恶极重，伫流目屎祈祷忏悔中，伊雄雄看见十字架顶的主耶稣，感受着主耶稣的保惠，一点一滴流到伊的脚趾柄。迄暝，伊经历做得赦免，对圣神顶头生的喜乐。过转工起来，伊感受到肩胛头无比轻省，内心满有平安喜乐。对安尼，伊逐日清早祈祷亲近主，唱诗歌出门，脚步轻快去到伊的牧场，厝边见状，还彼此讲，伊是毋是压力伤大得起笑？拢到安尼的情况，还逐日会笑。经历圣神充满了后，伊逐日甲太太同心祈祷。后来，伊也对太太做的愿望得到启示，用智慧处理事业，互伊免担千万的负债。对安尼，伊按照主，互伊会感动善用金钱，搁乐意奉献，
佮常常用传福音做要紧陪伴软弱的人。但已经迈入80岁，还是虔诚听主、热心听人，带领基督团队关怀社区，佮帮助教会关怀牧者。伫侍奉过程中，伊也捌经历磨难、批评、误解，也是指责。总是这个拢互伊搁较倚靠主，学习饶赦，搁较谦卑柔和。生命成做真侪人的模样甲祝福。默想，咱人亲像野草，一切荣华亲像野花，草会孤单，花会连谢，总是主的道永远长存。我的生命是毋是较望聆听主的道，照主的道来行，伫咧活出主的荣光？咱人亲像野草，一切荣华亲像野花，草会孤单，花会连谢，总是主的道永远长存。我的生命是毋是较无聆听主的道，照主的道来行，通活出主的荣耀？咱来祈祷，圣神啊，求你帮助我，甲主搁较亲密，每日听到主对我讲话，搁遵行主的道，互我活出永恒的荣耀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所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